冇，你點冇吹點，你媽該加菜。你猜下嘞？哎呀，吹得出到。我都覺得對吧？你上江仔，買到那鴨唄。冇得鴨，冇得好多個吹點。我幾多啊？哎呦，買到大喇叭。這個都沒了。咋的沒？啊，你這好嘅，我唔讓我養瘋哦。啊，快從老家是搞泔水來，讓我拿下。哦，全部都是哦。開心台哦，好誰家嘅？這個很便宜啦。幾誰家嘅？給我聽這個。20多。冇給便宜。便宜幹啥？給便宜嘅。啊？你到時候你要給你買，你你發達啲啦。幾多？這個老師先老師送錢。不是，把你那個算上去要送錢的，知道吧？哦，我送人你算上去啦。啊。買飯唔係幾多？不然你要10個幹啥？好靚嘅，唔肥啊？啊？不肥啦。那不是條是幾個鴨煲嘛？可以啊。你幾長佢嘅？這個。嗯。差不多2斤吧。還沒你來幫忙。哇，2千蚊錢誒。啊？這個是那個鴨子。是條是幾嘛？是啊。啲肥的毛嘅咧咩啊？是啊。很瘦的，這個。佢硬嘅條真係唔好，好似哦。哎，我們炸了高興，你們拿包多好吃。拿到有上送酒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們給費有沒錢了？啊，拜拜。呀，講嘅費話，我喺度幫忙，唔使幫忙嘅，你賺人哋個費哦。搞你啲執就。啊，好靚哦。費緊啲價。押金。嚇？也幫住嘅？啊，自用農民講用藥俾噻？唔係啊。不一樣的，常不用那個鹽，用那個白酒，烤多點鹽呢，怕播蟲啊。你唔係那個地方吹臭嘅。啊。唔要個鹹一個鹹，個淡一個淡。啊，你放心呢，你老公有分寸的，你相信你老公啊。相信，那咁相信，那相信咯。哎，生嘅。哎。你冇得這個阿伯幾斤係幾多錢斤啊？啊？好便宜。好便宜，你冇便宜啊？咪找錢啊？找咋？找咋哎？可以找咋嘅？係啊。我係讓你找錢嘅，冇見找咋嘅？還有你剛才不通知是誰講？28塊。你不可以咋？哎，包沙。一鴨講我一入嘅叫嘅。至少要2天多吧，才有味吧。哦，入嘅2天，你使5點冇食到嘅噃。我看了天氣預報，沒雨下。唔好食啊。沒有啊。你睇出最好冇？嗯，肯定趁你睇入到高水的。看了天氣預報，最少有10天天氣好了。上次驗證的那藥，現在全部都關了，封關了。那個直關、直類。已經關咗，已經真你出去睇下嘛？嚇？優秀，按下按不動了。就係咁都講嘅嘛，又可以食到嘛。一個星期咯。嗰你冇得等上來啦，又是。他是我同學啊。嚇？明天他拿10斤過來，不損啊。10斤。我呢鴨嘢又2歲。係啊。那夠呢頭係。關咗3天啦。個熱味嘛。天氣好啊。天氣好肥立嘅嘛，肥頭，係咪上啊？係啊。你真係上喎。鴨子曬好了。哎呦，你看這挺漂亮的，曬乾了，可以吃了。